大家最近有没有注意到，一个我们好像已经用得很习惯的称呼，竟然意外地引爆了一场不小的风波？表面上看起来，这好像只是在吵台语这个词到底该怎么用，但如果你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往下聊，你就会发现，哇，这背后其实藏着我们台湾社会在寻找自己是谁的时候，一种很深刻又很复杂的集体焦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乐闻其详。在这个节目里啊，我们会用最清晰的方式带你深入了解这些复杂议题的核心。OK，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吧。当我们讲出台语这两个字的时候，它到底代表了什么？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最近它却让很多客家还有原住民族群的朋友们感到相当不安，甚至是忧虑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没错，这就是一场民愤之争。不过，它真的可远远不只是一个词的定义这么简单哦。它真正揭示的是我们这个多元社会底下，关于谁才有资格代表台湾的一种深层焦虑。好，那整件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呢？是这样的，有一部分客家和原住民族群的朋友们公开提出，他们觉得台语这个词不应该理所当然地被专门用来指称闽南语。他们的论点其实非常直接，我们也是台湾人啊，那我们的语言难道不也算是台湾的语言吗？后来官方为了化解矛盾，也试着用像是台湾台语、台湾客语这种复式命名来平衡。但说真的，这场争论其实已经碰触到一个更根本的大哉问了，那就是到底什么才算是台湾的？想要解开眼前这个结，我们就得先坐上时光机，回到过去看一看。因为台语这个词的意义，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跟我们现在想的一样，它的背后其实有一段蛮曲折的演变历史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时间轴哦，你会发现一个超级有趣的转变。首先，在清代，台语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地理概念，它指的是相对于北京官话的台湾这个地方通行的话语。再来，到了日治时期，日本人也沿用这个词，用来泛指岛上居民通用的语言。你看，在这两个时期，它都还没有跟特定的族群血缘画上等号。但是，真正的转捩点就出现在战后，它的意义开始慢慢的收窄，最后就固化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专门指闽南语了。哇，你看这张对比图是不是超级清楚？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了。过去的台语代表的是一个地理跟生活的空间概念，意思就是只要你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，你说的地方话语就是台语。但今天的台语却越来越像是一个族群血缘的标签，很精准地指向了闽南族群。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其实啊，这个转变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我们称之为惯性下的矛盾，它并不是出于谁的恶意，而是一种社会习惯加上特定的历史因素，在很长的时间里交织在一起，不知不觉中就造成了一种排他的感觉。这里啊，我们要来谈一个心理学上很关键的概念，叫做相对剥夺感。听起来好像很学术，对不对？别担心，我用个例子你又懂了。你想象一下，你从小到大都住的一个社区，只要有一天社区的名字突然被某个邻居拿去注册成他们家的商标，还到处宣传说只有他们家才是正宗的社区代表，那你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吧？那种明明我也有份，怎么却被排除在外的感觉，就是其他族群朋友现在所体验到的相对剥夺感。就像这句话说的，这一切其实是历史条件跟社会惯性交织的结果。怎么说呢？战后因为讲闽南语的人口基数最大，所以在媒体啦、影视娱乐，还有后来的社会运动中，就慢慢取得了话语权的优势。久而久之，台语就等于闽南语，就变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惯性。这种惯性本身可能没有恶意，但当它被拉高到政策层面，甚至变成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时，矛盾就爆发了。所以说啊，这整个争议真的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整个社会的成熟度。它更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期中考，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是不是真的理解了本土这两个字背后深刻的意义。这句话说得非常重，但也非常关键。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为了追求一个统一的形式上的台湾本土，
而刻意去模糊甚至抹去每一种语言背后的族群根源，不管是闽南、客家还是原住民的历史脉络，那并不是真正的本土，反而会掉进一种忘本的吊诡里。这样做显示的不是自信，反而是心虚。那么，一个真正成熟、有自信的本土认同，到底该长什么样子？我想，它应该是建立在对差异的包容之上，而且是奠基于对多元的尊重之上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根植于对历史真相的诚实。一个真正强大的社会是不需要透过垄断一个名字来寻求安全感的。聊到这里，我们差不多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了，那就是真正的自信其实并不需要靠证明来确立，真正的力量是来自于拥抱多元，而不是去制造分裂。一个文化真正的强韧，真的不是看它能不能把别人收编进自己的定义里面，而是来自于它能不能很诚实、很坦荡地去看待自己的根源。当你尊重自己的来处，你就不需要透过占有一个空泛的称号来证明自己。所以，最终的解放是一种既不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，也同时懂得尊重、拒绝去吞噬他人的本土心态。只有这样，台湾最珍贵的多元文化资产才能够健康康、长长久久地走下去。大家都可以理直气壮地爱这块土地，同时也对彼此的语言和文化抱持了一份谦卑与敬。最后，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一起来想一想。我们整个社会集体在追求的自信，究竟是来自于成功抢到一个正统名号的胜利感，还是体现在我们如何去倾听、去尊重，并且善待那些和我们不同的声音呢？好，我们今天的解析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觉得有带给你一些启发，请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我们下次见。